税也是征收白银，使其完成了货币化。当时又正值大航海时代，中国的茶叶、丝绸、瓷器对外大量出口，因此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大部分到了中国的市场。甚至有学者对此计算过，全球白银产量的1/3左右流入到了中国，而中国成为了白银净输入国。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白银时代。又因白银使用两来作为计算重量单位，所以称其为银两。古代银子的真实样子出乎人们意料，或许它掉在地上，放到你眼前，可能你都认不出来它是银子。